OK，福田下沙啲精裝三房真係見一套冇一套啊！今日我哋嚟到中洲灣迎海嚟睇樓。OK，呢個單位房產證面積一共係126方啊，一共做咗3房2廳2衛一個廚房，坐北朝南，採光同埋通風都係非常之好噶。業主裝修一共等咗成30個 W，採用咗全原木嘅風格去裝修，無論係自住抑或係投資都係非常之舒適噶。咁嘅一線採景房你中唔中意啊？單價只需要1個 W 即刻可以擁有啊！OK， 對呢個單位有興趣嘅朋友，右手邊插支旗，後台私信我。今日係咁先，拜拜。